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6月22號星期日，哥哥就快6年級畢業。回想返當初，原本哥哥係入讀青衣嘅陳日小學1年班，但係讀咗1年之後，發覺唔適應，好多功課，亦都好多默書考試。由於哥哥習慣用英文學習，青衣陳日小學係用中文教學，哥哥完全唔明白。後尾我哋就選擇轉去青衣嘅荃灣商會學校入讀1年班。荃灣嘅青衣商會學校係用英文教學，亦都着重教授英文拼音。哥哥好快就掌握到英文拼音，掌握到英文拼音，對於英文學習、默書等等就得心應手。加上哥哥都習慣用英文溝通，課堂上面嘅知識佢都可以完全掌握。學校亦都有好多資源俾學生學習英文，例如英語天地，喺一啲特別嘅節日，亦都有英語遊戲，例如萬聖節等等。有一個我最欣賞嘅地方就係學校設有 WeChat 嘅群組，每一班都有 WeChat 群組，群組裏邊除咗家長，亦都有每一科嘅老師，方便家長同老師溝通。學校亦都定期舉行去不同國家嘅遊學團，令到學生大開眼界，增進知識。例如啱啱舉行咗去杜拜嘅遊學團，之前亦都有舉辦過去韓國同埋澳洲嘅遊學團，而學校亦都有好多課外活動俾學生參與，大部分都係免費。哥哥喺上學期就參加咗柔道班同埋編程教學。如果大家想揾一間英文小學，青衣嘅荃灣商會學校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多謝各位，再見。